Globe 規則15%稅率全球最低稅。為應對跨國企業透過低稅或無稅司法管轄區減少稅負嘅行為，經濟合作同發展組織 OECD 推動咗 BEPS 2.0 框架，其中嘅支柱意旨在確保大型跨國企業喺全球範圍內繳納至少15%嘅有效稅率。Globe 規則全球最低稅制嘅核心 Global Anti-Base Erosion Rules（GLOBE） 係 BEPS 2.0方案中嘅核心內容，旨在確保跨國企業集團喺其營運嘅每個司法管轄區繳付至少15%嘅有效稅率。Globe 規則通過兩套機制實現：收入納入規則，旨在針對跨國企業集團嘅母實體，對其位於低稅地區嘅成員實體徵收補足稅。例如，若某香港母公司嘅子公司位於低稅地區，香港可對該子公司嘅低稅利潤徵收補足稅。第二，低稅利潤規則作為把關措施，確保未被 IIR 涵蓋嘅低稅利潤亦會被徵收補足稅，並透過限制扣除或者徵收附加稅嘅方式實施。此規則適用於喺過去4個財政年度中至少有2年綜合收入達7.5億歐元或者以上嘅跨國企業集團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